在元宵节即将来临之际，噶玛拉岛开始进行一系列祈祷仪式。这些祈祷活动定于活动前一天进行，作为向土地神汇报的形式，以应节在噶玛拉岛举行的元宵节庆祝活动。在噶玛拉岛，随着元宵节的临近，数百名华人信徒于星期天早晨开始涌入噶玛拉岛的庙宇。元宵节的组织者之一基哈伦表示，今天的日程是向土地神进行的祭祀仪式，以报告元宵节庆祝活动将于明天正式开始。此外，此仪式还旨在邀请众神和女神共同参与此次庆祝活动。此次祈祷仪式包括3个部分：大蒲公祭、刘德码头祭和扣婚祭。Ini jam 12 siang tadi, kita sudah ada ritual sembahyang kepada Dewa Bumi, Dewa utama dari kelenteng ini, kelenteng Hock Ching View. Kita melamporkan bahwa besok akan dimulai perayaan dan kita akan mengundang Dewa Dewi untuk meramaikan acara di sini. Nama sembahyang apa itu, Bu? Sembahyang kepada Dewa Bumi. 噶玛拉岛的元宵节庆祝活动将在2025年2月10日星期一达到高潮，因此通过举行这一仪式，华人社区希望元宵节庆祝活动能够顺利进行，并为所有参与者带来祝福。